今日祝每大家平安。今日是2025年8月20号。今日这个经文是诗篇32篇，耶利米书23章30节到40节，路加福音19章45节到4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被洁净。人离开上帝是因为心念无清气啦，无洁净所以就离开上帝的道路。上帝就差遣使者、先知来提醒因，来责备因，那毋望因会当回转伫这个真道的顶悬。先知书耶利米书25章30节到38节安尼讲着，所以你着将我交代的话对因来宣告，责备因。上主对天顶大声发，对伊大圣的所在发声，伊对牧场的羊群大声发，对地上所有的子民发声，亲像大葡萄的人在发。上主发的声会传到伫天边海角，因为伊要控告万族，要审判所有的人。邪恶的人，伊要互因死伫刀下。上主安尼宣告。上主万军的统帅佮讲，着注意，会有灾难对这国探到迄国，会有大暴风对世界的尽头架起来。到迄日，对地的这边头要到迄边头，一世界拢是上主杀死的人，无人为着因抵靠。无人甲因来受刑死，无人甲因抬，遐个尸体拢要变做地面的粪。人民的牧者恁着哀哭嚎叫，羊群的领袖恁着哀伤，伫土沙粉后来后去因要互人来造灭的日子到因要摔倒，亲像贵重的灰仔气，摔甲碎碎。牧者无路通逃走，羊群的领袖嘛无法度来逃脱。着注意听牧者在嚎叫，羊群的领袖在哀哭，因为上主在毁坏因的牧场，上主发出猛烈的受气，平安青翠的牧场变成做风暴。上主亲像少壮的狮离开迄，因的土地因为欺压者的受气，佮因为上主猛烈的受气，变成做趴远的所在。灾难得要来暴风也要来这是处罚，嘛是咧扫除遐的犯罪、违背上帝人甲因的行为。如果无够警醒，就会离开上帝。心灵需要被洁净，才会当听见上帝的声音。路加福音19章45节到48节记载着耶稣伊进入伫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代志。经文的记载安尼讲，耶稣入去伫圣殿就起手赶遐个卖物件的人出去。伊甲因讲，圣经有记载，我的厝应该是祈祷的殿。恁煞甲伊变成做土匪兽。耶稣说，逐日伫圣殿教示人，这市长、经学教师甲人民的头人，一直想办法要来害死耶稣，毋过找无法度。因为众人拢真注意听着伊的话，因为以色列人、祭司、管理圣殿的人，并无将圣殿当作祈祷的殿，而且是互遐奸商借着宗教礼仪顶悬的需要，伫遐来欺骗人，做生意来人欺诈。所以耶稣基督就批评因已经将圣殿变做贼兽耶稣基督洁净者的主事者的心，来提醒因圣殿应该爱成做祈祷的殿。
诗篇32篇。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这款的人真有福气，心无诡诈。上主无算伊有罪，这款的人真有福气。我若点点毋认罪，就规日害惨，连骨头拢打起。你的手绵日重重刑罚我的精力亲像予热天的日头晒甲打去。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所犯的罪。安尼虔诚的人拢会得到通找着你的时来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袂淹着伊。你是我闪避的所在的庇佑，我脱离艰苦。你会用得救的歌四面来为我。上主讲，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着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眷顾你，毋通亲像马年无知识，因着用马加姜、马绿色的约束，才会当顺服。歹人会受真济的苦痛，毋过我个上主的人有慈爱，四面为伊。义人啊，就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就大声欢呼。求主的圣神伫阮的心里，用圣神的火来洁净阮的心灵，互阮愿意亲近上帝，行伫上帝的真道顶悬。祈祷告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